马祖娘娘最灵感嘞。哎呀，我讲秀莲啊，甲今年俩马祖婆按灵验啊，是唔是啊？做得本来去老记雕刻个金神来本生意老记敬拜啊！对呀，阿妹，好啦，马祖娘娘都按保护，爱你一家平安，佢就本太七家请下来拜祭啊！冇嘅话，就本村中意来安排吧。好，今日管家来通知村民，来赐了江水来用。秀莲啊，你应该，俩系应该嘅，只要愿意相信马祖娘娘嘅人，随时就做得来赐水用。好，你俩都真是好心意。真是太好了，马祖婆，今不日啦，良辰吉时哦，喺马祖婆那个新机落实咯。哎呦，也有老娘的精神啊，重新雕塑好咯。两摆啊，在此哦，我感谢马祖婆帮忙大家啊。救走个瘟疫啊！哎呦，希望马祖婆啊，我继续表态一家哦！来，拜。行村总讲，今本日啊，就去马祖庙嘅新基落成。想当初，我来到台湾嘅时间，也系输了马祖娘娘对我嘅比较。唉，只不过我要离开民族岛也有一段嘅时间，不敌采了故乡嘅素菜。修炼老旧的，过得可有好无？不如先到了马祖庙的所菜拜拜，感谢佢当初时
保佑我平安度过无水桥。马祖庙。真心感谢马祖英，此生平安退万境，向东。家乡心头有，愧对修炼内心希望马祖身为言，必有一家做团圆，为是爱挂心家不离，世事供养离了离别。马祖娘娘菜上，希望马祖娘娘你能得秘酒，采了故乡的素菜，来个友谊非常的乖巧，能得啦谈得修炼佢嘅教徒，莫个为进来，还有我嘅友谊嘅担心。马祖娘娘，我也祈求你保佑我一家早日团圆。共享天伦，请你庇佑啊！想不到，你阿妈做咩话？许多仪是个重点，令人上演其间。想必啊，你也偏天的素菜，老爱故乡民族岛的马祖乡，要强用有了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应该爱来好好参观参观。想当初啊，村长请来出问者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本修炼母子老公路抢过去啊！哼，实在越想越欠。好在啦，佢老见面我体力高本来处理，不然啊，难受我心头之恨啊！你看以后啊，一天我寻一机会。好好的教训佢母子，弘扬来出力啊，后戏啊！有意啊，今日生长，起码做没有神没有落实，哎，你嘅家来去老妈做娘娘拜拜。好。
噶，因为马祖娘娘身为嘅灵感，故说太子家味道会感染马祖娘娘嘅庇佑，太子家出钱出力，将将一件马祖庙移到安江啊。从今以后，太子家就做得来了，拜拜咯。好，修理记得我机会来了，秀莲啊，哎呦，你都要来拜拜啊！阿春哥，啊，你也去来了拜拜的呀？哎呀，连马祖婆按灵感，挨来祈求马祖婆庇佑我穿太前啊！阿春哥，你真是好识性哇！哎呦，啊，挨去讲真的啊！啊，错了，有时啊，你没讲你当上阿爸咩？哎，这不是你老马祖婆来求啊？错个阿春爸，我有位冇想到，好，我去求马祖娘娘。好，行去。阿妹，讲起啦，俺你去求马祖娘娘，为俺你终于和阿爸团圆，好冇？好，你哈就会爱出戏的世界了。马祖娘娘菜上，新秀莲，一定我自有意，送你来菜此题，向你祈求，希望马祖娘娘一年的庇佑，而你一家人能得早日团圆，也能得本爱秀莲地道，天上在台湾天界，人喜唔喜要平安，就像马祖娘娘而来庇佑啊！马祖娘娘，我对你最灵感的啦，拜托马祖娘娘你，赶紧替我请到我的阿爸、阿嬷、我的阿妹记，一家人当孤单，也会担心，都无阿爸的批判，万项事情都系阿妹记一家人来承担，有意外。有寒舍，总唔得了阿妹分担家务。马祖娘娘，我嘅阿妹真经当可怜呢。马祖娘娘，有意拜托你，赶紧替我请到我嘅阿爸啦。有意啊，你按样因求马祖婆记迄感受唔多解哦。感受唔到，系啊，佢安样办做？有意啊，不是啊，你做一件系人做唔到嘅事情，按样人让我感同上天呐。骗人做唔到嘅事情，错嘞，有意啊。为到我本日做日请到阿爸，挨了位有一支假持过嘅铁档诶，不是你去老马祖婆求，那系马祖婆答应就能够一家团圆。你要用了空树老铁档诶，当到了长石板面档，那系档诶上啊，就代表已经感同上天嘞。咁魔镜就本日请到阿爸，本日一家团圆咧，那系打唔上啊！你一家想我团圆啊，就难咯。阿叔公，你头几讲嘛嘅东西，形容为按样去，乱搞死人呢？哎呦，秀莲啊，我想你哋啊，请阿爸、请老公、请安舅咧都冇小事。我让我想到了只方法，行过啊！
有日还安息，也冇可能做这种事情啊！咩人讲嘅啊？再能请到我嘅阿爸，让我嘅阿妹一家团圆，乜嘅事情我都敢做。阿春爸，你铁打我本来。阿春哥，你看梁用板原先送去人世界嘅男人啊！我样为的，有日佢会安做，係本日的夫妻一家团圆，咁唔就係你最希望嘅咩？有義，我不准你按勇氣做，你有聽到嗎？阿妹，你就不愛吃看看，講聽，按樣做，而你就做得了阿爸一家團圓了呀！總得，按勇氣中講不講咧，你不准你按勇氣做。阿妹，我一定會做到感動上天，感動媽祖婆，推我請到我嘅阿爸。有義，你聽阿妹嘅話，阿妹不准你按勇氣送回你自己。阿妹，為了你一家團圓，有意我要吃看看，你不愛吃看看，你不愛吃看看吧？有義，媽祖娘娘，那係你做得不愛請到我嘅阿爸，我係你家團圓嘅話，兩個鐵當就當然你係殺鐵度，那係做唔到親的，就當你係媽祖婆，有意愛求你，愛求你保佑我，當你。有義，不夠啊！有義，有義，不夠，你千萬總敢勇氣做啊！有義，阿妹，俺想我一家團圓，求求俺試看看，我俺試看看。有義啊！為了一家團圓，我一定會做到。有義，是啊，冇講大咩，冇講大咩，阿妹，你莫叫，有義冇去回到你請到阿爸，有意唔愛情，冇講大咩，我會相信有意，你真嘅唔愛情。有義啊，是啊，
你，这样心肝子。奇怪，有嘅。我约会扛到少年嘅上年啊！吉天啊，太上进无事咧，才会谈唔出嘅啦。英雄不会安我。上进嘅少年嘅上年呢？有嘅啊！少年，少年啊，少年，有嘅，英雄版咧，你少年。真嘅你。那个少年，到底发生哪件事情啊？有嘅。英雄版啊，紧讲啊！有嘅。回头去祈求妈祖娘娘，你哋终于请到你，告诉你控诉当地，回头就会感动妈祖娘娘。希望妈祖娘娘，你哋庇佑你一家人终于团圆。求你，你有咩安我啊？求你啊！阿爸落嚟要等到无？求你，求你啊！要等到阿爸起义无？求你，求你啊！阿爸这里阿妹，求你，求你啊！阿爸真嘅你，阿爸落嚟。妈祖我终身不爱见到你，阿爸。求你，求你，少年，愿你终身你哋一家人团圆呢。求你啊！